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今日的节目，我们会带大家去到日本台版了解公园注册发展的状况。在这之前，镜头先去到高雄。高雄喜报满1周年呢，这个事情属于的32条人命，320的人强重伤，造成过大的损失。大家也能看到沙发上替代下竟然按定人讲。喜报嘅当时嘅重灾区，包括上道路、开县路、也到太路、去年带路总平嘅哟。除了部分嘅店家还係無法度恢復營業，幾隻嘅已經看無賣出災區嘅樣嘅嘢。唔過睇替代下嘅89條沙發幹線，將災區帶下嘅3條斷黑，還有86條還係供應明日提送沙發燃料，為嘅高雄還係本沙發工業區維穩嘅。喜報罹難者持救會嘅會長陳冠勇，如果無奈何嘅講，屯沙發業者對高雄局出去，也是係屯問題，接得到哪一個所在聽聽。台灣按落後嘅產業屯安全規劃，實施到人命是太過淺咯。这个人情债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还起这个人情债。对，对，就很谢谢这段期间全台湾的帮忙，谢谢。啱後講安之勢，做一長年嘅喜報罹難者持救會同高雄市政府立重用化工三房大廈鋪設，我用化線貼錢來賠30年罹難者福基金13億1200萬元。要不是說高雄市政府他有提出一個各自責任比例的問題，先把這個責任比例先把它擱置起來哈。那其實我們也很難去做這個代表理賠的動作。好點點嘅發生喜報，30年家庭做係用假唔上假嘅，要改變你陳冠勇嘅人生規劃。喜報紀案部陳冠勇就像平常做衰務而做項，書記改做青年，到台北準備過幾日咧，要考專科醫生嘅考試。紀案部有人同報講，批到要出面，佢爸爸前主動理總陳金發當地嘅處理。事情一發生，佢走做唔差，聽日早晨打早，陳冠勇抵到趕急轉高雄簽證。那一到高雄，就接收到消息說，在義大醫院有無名屍，還沒有人去認，對，所以一到高雄，我姑姑馬上開車就接我們到義大醫院去了，對，那就接到爸爸了，這樣，對，那從那之後，對我生活就開始快轉了。你講哪？他生哦，真正生喲。今晚未驚咯，安尼偌久啊？1年前，陳冠勇和到北埔高校醫院係出院醫生，人生的計劃導航，從來忙實想過，整個雄不安夾又按無奈何。罹難者不可能又當到講唔出，咩解唔開細節，佢還係家庭看準正面，係講為喜報，係規則結構都有問題，佢怪萬人都無頭。你真的沒有辦法去怪在哪一個特定的單位身上，因為這就是一個歷史的演進的一個共業，每個人都在其中扮演了一部分的角色。那扮演這樣一部分的角色之後，那每個人都沒有發現，即使在我們身邊，我從小到大在這裡長大，那我爸比我在這裡生活了更久的時間，其實都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對前鎮區到林雅區，一線路到三道路，傷亡輕厲害嘅，主要係三道路也打白。復合理總廖富南將去年喜報發生過後嘅3年內嘅相片一類一類標上去。我們福海里有幾戶啊？496戶。受災戶呢？受災戶有371戶。那就是說，我們一半的大部分都受災了。廖理總和田標唔太間部看到嘅情形，這樣是唔但搶聽過年，連海呀奧多拜都比上天呢。喜報嘅當分間，同福海里附近嘅2-3隻路口，只有10個3年，本佢幫到旺盛。
吃宵夜，啊，宵夜要走的时候刚好在前红绿灯停着，啊，等红绿灯，那你炸起来全部都埋下去，所以在我们这里也是一样，在隔壁那个6楼上，他一部机车跟他母亲全部到上面掉在那里，哦，我们前面那里也是一样。就炸起来，水沟在我们前面，再用竹竿给它捞一捞，还是捞到一个轮起来。发生这么大情形不出来的话，是不可能的啊！出来就发现有人躺在那个路边，就看到他整个脸是黑黑的，到现在差不多1年了，我还对他，就是还可以看得到那个画面，说很恐怖，整个脸是黑的。这样子好像内出血一样。我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看到一些就是没有生命迹象的人，其实已经在我们饭店的周围，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很紧急，大家都在救难，那可能挖出来的一些大体比较没有地方摆的时候，就摆在我们的7楼上面这样子。一间饭店拓山道路起爆在后，几条路扶士马甲过唔得。饭店当出现将7家门口签是本8类罹难者并代替，同土产的物卡出头3道路的南一片，唔但抢的物嘅受到损害，1年足够睇嚟，新冠头度的伤本限财。创伤，我一直是在看那种精神创伤，因为我自己甲状腺就整个肿起来，那就等于反映我的体内就是那种。那当然是跟年纪也有关了，就好我要复原的那种情形比较困难。新冠头度的伤含啲内容是怎为好？态度同步嘅一张足夾得到嘅，態度同去年代就達到1人，起爆前起爆後來比，色彩甜茶體驗，對3道路都開線路，幾條路萬奈都係起起靠靠，增步嘅一上，還有啲變價都一下係冇辦法做成。大概在11月的时候就恢复了通车，那陆续的现在就是开始在做一些就是建筑啦，然后包括我们饭店的一些外观拉皮啦等等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啦。我们在11月20号，这些灾区的道路就已经顺利的通车，然后到12月20号，包括周边的整个人行道的，还有整个周边景观做基础的恢复。也就是说，大概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有完成整个硬体的重建工作。这个线直接签到家里，从透过信箱。对，这样对不对？那前面都做得很漂亮，后面就是这样。咸態路嘅素材長到葉人行近葉頭嘅，看到嘅沙係濃厚厚嘅幹線。政府為到增加到嘅，骨頭無骨面，買到替代下嘅，至少係共同幹線，行係無整合好。那像電信單位，他們也是，就是很不滿意市政府。那我們因為我們要 VPN 什麼傳輸啊，那常常被斷掉，還是怎麼樣？他們是說，市政府就馬上鋪路啊，沒有顧到他們的詳函設計還是怎麼樣線路。那个爆炸其实是把这个我们过去觉得一直在谈的那个环境跟社会不正义，我们过度承担了大家不要的环境之恶，还有健康风险这件事情，它把它更极致的掀开来，就是大家突然发现说，原来我们不是被好几个石化工业去包围而已，是我们的住的地方，我们的城市的地底下有这么多的管线，而且它竟然带来这么高的风险跟伤害。一般起爆高雄市民講到嘅，原來一直以來沙發工業帶來嘅，唔單止係空氣污染，也唔單止係環境唔好，害人嘅康健有問題，還做得將一隻都市炸到濃高高嘅，數體機啊失條人命，韓國怕唔係安陽天天。電研規則高雄市對北片的中油高雄煉油廠、鹽湖泰沙工業區到南片的前鎮沙發除草區、泰林煉油廠、泰發工業區同林園工業區送沙發燃料幹線，除了發生氣爆嘅3支團體以外，同高雄市替代下，本還有86支幹線，也就是講，其實30股嘅幹線搶停停一股停停。這個我們上次爆炸的這個在這裡，好。就是前鎮嘛，哈，那麼你可以看到這個爆炸氣爆之後，目前市府調查出來的就是我們總共有8個管束，哈，那麼這裡面有總共
13家公司，哈，13家公司。实际上回过头去检讨整个过程，包括说法令的监督也好，哦，包括说法令的管理，包括说业者本身对于整个安全的重视程度，以及万一问题发生以后的整个救灾的制度的设计，哇，这一块既然是从头到尾都有问题的。遇到根本的结构制度的问题，高雄市同5月的通过既有工业管线管理自治条例，市政府没讲到清清楚楚，除了爱诉讼的财税争议，主张总公司塞到高雄管线的安全，认真认真来面对。没有错，当然说这些地方区域正义、区域发展的正义财税正义是很重要，然后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能对高雄发展有帮助。但是呢，比这个财税思考更重要许多的是，我们希望这些业者，他们能够跟高雄一体同命。你公司在这边，你高层在这边，你才能够认认真真的把这些管线的安全当做一回事。所有的总公司都要迁到高雄来，为什么？这样方便管理。那有管理才有对话。你假设原本都是归成中央管理，那地方对这些石化公司没有很大的管理权的话，那其实对话相对发生的就少。那如果说他们都能在地方的总公司都能在地方的话，那对话彼此间发生对话的机会一定就会多上许多。那有对话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那什么叫做共同解决方案？我觉得就是高雄市的未来。管线问题则都有，1年来未曾發生過大大小小漏氣問題。消化妹同時咩係中山大學沙非內教書，佢則要求中央同地方政府要本社區同相關的公民團體由社區底傾權，強效來處理環境。不過就連通過管線自治條例按重大發展，都還係先有記者打電話問佢看法，記者講價去看新聞。佢知道不應該咁樣，因為一下國際發展係社區人有第一權利，政府冇留一權利表出來，檢測發生意外又冇辦法處理好勢，其實係政府自家開自家，掌握咩都省唔着。那當然我當然非常同意要邀請石化業者哈，因為他們在實際上面操作是什麼狀況，他們是非常清楚，一定要邀請他們。那他們當然也是利害關係，他們是要被管理的對象。那但是呢，包括我們這些管線周遭的社區，工業區周遭的社區，然後我們的這個地方的環保團體，我們並沒有被邀請。應該有一個訊息說怎麼樣給我們了解一下，管線盡量不要經過我們這裡，因為這是住宅密集區，假如說這樣爆炸起來，那一次是剛好在12點，如果在白天還是那個7、8點，晚上7、8點，那就死亡不止這些人哦。所有危險的化學物質管線是不能經過市區的。那當然他們在美國更是資訊透明，你打811，你就可以知道，你這些共同危險管線哪一些是經過你家，你也可以互相的監測，有危險可以通報公共部門。那高雄現在這個一個歷史結構問題，但是我認為還是應該要盡速公開這些管線的透明度，讓民眾知道。台灣也就連沙發管線經過那隻社區都冇公開，行卡唔是講而來的管線細則。愛高雄確確實實係個宜居都市，大家喺度安心，應該讓做呢，應該劃出沙發專區無呢，有可能合乎到環保法規，又有競爭力，人民也接受得來3樣方案無呢。在國外的例子，我們看到，它如果走向高質化，第一個它不用耗用這麼多的能源，第二個像新加坡，它用的是 New Water， 就是再生能源，它自己做的New Water， 我們叫新水。第三個，它的污染層面也少，所以事實上是有一個好的範例。我們台灣過去是石化產業的模範生，在1980年代，現在落後了。講實在話，我覺得你把石化業者趕出高雄了，他們接着就是去台東，也許去台東，也許去宜蘭，也許去雲林，不管，也許去彰化，在沒有達到加強的空間的這個前提之下，我會認為目前的市區散布這麼多地底管線，相對之下，這個城市不是讓人可以安心居住的城市。陳市長那一天有講一個說那個他其實還蠻誠實，他說我們其實是因為某一些建設，我們拿到了這些宜居城市的
的这个 credit 嘛哈，我们得到那些这个肯定哈。那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离宜居城市还很远，宜居城市没有办法建筑在这个管线上。一年过去了，细胞素材要长到新鲜，不过，替代下，还是有86基石化管线，根本威胁到高雄市区。一项目主头前施设，每等到细胞量重现呢，高雄人还面对安样问题係，喺高雄都市港嘅轉型，需要將石化工業做成細細隻，也係由棚較好做飯咯。每等到市場人家下，還會本問供養問題無咯。